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特别是我们在已经开始我们灵命的操练，我们盼望我们有清洁的心思之后，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盼望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从你的话语来得帮助，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也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进入圣洁生活操练的第二讲，就是有关要讲到说我们如何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在上礼拜中间，我们已经开始讲说，我们已经操练过圣洁的清洁的心思，那我们应该有圣洁的生活能够呈现出来。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它是不是一个选项呢？我可以说要，也可以说不要吗？应该不难，因为我们都是圣洁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这样的话，如果不是我们，怎么有能力呢？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它的过程会如何？它哪时候能够结束？有结束的可能吗？所以我们用4个主日要来谈这些事情。上礼拜我们已经谈到，我们圣洁生活的根源，它的保证是什么？因为神告诉我们，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而且他是圣洁的，他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命令在，所以有这个保证在呢，我们就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是我们的根源的根基。那今天我们要告诉我们说，如何能够过这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吗？在下期的话，我们就会谈到说，过圣洁生活的过程到底是如何，成圣的过程是如何，圣洁的生活有完成的时候吗？所以我们上礼拜的时候，亲近上帝的结论里面，我们谈到说，亲近上帝、侍奉上帝是他所喜悦的，上帝必为他们预备特别的赏赐。在以西结书里面，耶和华神告诉他们说：“我要留一块圣地给在圣所里面侍奉的祭司。”你有渴望，你有期待这么一个特别的赏赐吗？有的话，我们就要亲近上帝。亲近上帝乃是我们意愿的表态。是人要付出的代价跟行动，何况上帝没有亏待我们，他会回应是说：“我必亲近你们。”我不知道在前一周中间，我们这种意愿的表态，到底这意愿的表态就是我要亲近上帝。我不知道我们操练的如何。上礼拜已经告诉我们怎样子能够亲近上帝，他告诉我们至少有5种方法。你要敬拜上帝。你要常常读他的话语，知道真理是什么，然后你要祷告上帝，然后你要是心甘情愿，用真实的心来，不是被迫，不是因为小组知道我们等一下讨论，所以我赶快来看看资料，没有，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用真实的心要来亲近上帝，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的。最后，你有没有一个全人的捷径到上帝的面前？它是一个言语、行为、感情、思想的捷径。你有存着这样子的心要来亲近上帝吗？我不知道我们上礼拜的操练是如何。我们讲操练，什么叫操练？操练乃是你不断的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从想法开始来更新，然后你去实践出来。你发现到你没有办法实践得很好，原来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完全改变，我们仍然有老的我在。所以我又更新我的心思意念，又去实践出来，不断的这样子做，你才有办法最后达到是自然而然，就像呼吸一样。你根本不要想说我现在是在呼吸吗？因为它已经成为你的习性。操练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操练到这个4个礼拜完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为何能呢？今天就是告诉我们要如何，这是一种操练。上礼拜告诉我们是一个心态的表态。是意愿的表态，你愿意吗？你要是不愿意亲近上帝，那你就没有什么，下面就不用再去学习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已经不认识圣洁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上帝的儿女了。
我不知道在操练中间你是如何。你假定有这样子的意愿的话，你亲近上帝就是这样，就是一种保证。你要去亲近他，我们要保持在这正确的道路上去奔跑。今天我们要告诉我们说，如何能够过这圣洁的生活呢？上帝的命令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能吗？圣经中间的教导到底是如何？圣经中间告诉我们说，我们能，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能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可依靠。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2节说，我们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借着圣灵而得圣洁，不是借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保罗自己也说，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不是因着你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生活，唯一的可能就是要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经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是到底要顺从，我们就要顺从自己，放纵自己的本性的这意愿的情欲的时候呢，会怎么样？然后告诉我们，若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呈现出来什么？所以我在荧幕上呢，有将今天的经节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念。念完之后，我们会有更深的意象再来。我说，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2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不知道你读完这个经节之后，你有什么感受？这边明明的告诉我们，情欲跟圣灵2个是相敌对的。而情欲到底是什么？我们上面写的这个翻译里面都讲是肉体的情欲，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是本性的欲望。因为情欲里面不是只有肉体而已，身心灵都有。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代表了身心灵。我们要是顺着我们自己人性的这种本性的这种欲望的时候，就是跟圣灵来敌对的，因为这个本性已经受到污染了。而且这用黄色的把标节告诉我们怎样，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大家都是希望承受神的国的，但是他告诉我们，你要是行这样的事的人，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对我们是多么大的警惕！撒旦常常要欺骗我们，常常要我们离开上帝。他到底用什么方法呢？会行这些恶事，到底是因为怎样呢？原来是我们的心，他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在这当作战场。他不是叫我们做什么事情，他是改变我们的想法。撒旦呢，他想掠夺上帝的荣耀，以上帝为敌呢，而这个敌对的战场之一，就是我们的心思。他最喜欢做的工作就是这样，让你改变想法。原来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但是他让你改变了，他用一些负面的思想，然后欺骗了你。他这样子欺骗了夏娃，上帝真的这样说吗？让你就产生一个怀疑，让你觉得说你好像是一个奴仆一样，你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吗？撒旦常常就是用这种方法改变你的心思。他不要去做，叫你做什么，你自然就去做什么。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他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改变。
然后就利用他怎么样子做呢？利用我们的最软弱的一样本性的欲望，就是身心灵。所以我们生活在罪恶过患中，是属血气的，降服在恶者之下。虽然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救主，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中，但撒旦还是利用我们的身心灵的软弱，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个合起来，就是我们本性的欲望，来使我们犯罪，以圣灵为敌。在使徒行传第2章38节，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听到彼得告诉他们这些事情，他们觉得扎心，心好像被针在刺一样。他们问说：“我们当如何行？”彼得告诉他一定要怎样认罪悔改，然后怎样奉主的名受洗，这是我们人要做的事情。然后神就怎样就赦免你的罪，还领受圣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受洗的，我们应该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啊。但是今天保罗写的书信明明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那个邪恶灵也在我们里面。原来是有2个灵都在我们里面，但是哪一个灵占了上风，或是哪一个灵怎样，哪一个灵已经被打败了，这个决定在谁？这个决定在我们人身上。上帝赏赐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就是自由意识。他要让你自己做决定，他不需要你成为机器人，所以要你自己做决定。神告诉你说：“我爱世人，我将我的独生子赐给你，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叫信他的人。我讲的都是一些好事情，要让你们得救，但是怎样？你要成为信他的人，这一步就是我们人要做的事情。当我们领受了圣灵，魔鬼也不放弃。我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灵中间在征战。你要让哪一个得胜呢？你的自由意志要怎样呢？上一堂我们讲亲近上帝就是这个，我愿意亲近上帝，我要怎样？我要亲近上帝，我要远离这些恶行。所以圣灵中就站起来了，就得胜了，他就能够自由运行在我们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你领受圣灵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2个战争在你的肉体中，在你的心思意念中间，它会影响着我们的结果。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就让撒旦来掌管我们了；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呢，就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罗马书第8章第5节到第8节讲得非常清楚。你要是属肉体的，你就是体贴肉体，你想的就是肉体的事情；你要是属这个圣灵的人，你就是体贴圣灵，你想的就是圣灵的事情。而这2者是互相敌对的。而属肉体的呢，就是死亡；属圣灵的呢，就是有生命、有平安在。你愿意成为哪一样的人呢？当我们不顺服圣灵的时候，本性的欲望就在这时候在作王了，所以奸淫、污秽等等这些就继续呈现出来了。这边前面的经节告诉，后面经节告诉我们，行这样事的人，原文的意思是说，经常在做这些事情，不是只有做1次、2次、3次而已，是一直在做这种事情的人。然后他的答案是怎样？不能承受神的果，做这些事情。然后最后我们这里用黄字写上说怎样？圣灵就只好在我们生命的角落里面叹息跟担忧了。刚刚讲说这是人的本性的欲望，是一种情欲。我们以前在讲清洁的心思已经提过了，情欲是神赏赐给人非常美好的东西。还有7情6欲，七情讲的是说喜怒哀乐、爱恶欲，然后6欲是讲色香声味细滑事，认识的事。你有7情6欲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种多彩多姿，是彩色。一个人要是没有喜怒哀乐，没有爱恶欲的话，他的人生太乏味了。
神不会要你过的一个是这样子的生活，神要你去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神要你去享受他创造给你的这些恩赐，但是你要用在对的地方，这些恩典用在对的地方。只可惜我们从祖宗开始，我们的七情六欲就已经受到了污染了。我们看我们的社会能够这样子的进步，常常有一些新的产品出来，或者是上礼拜我们也讲到贾博士的事情，他为什么成为这么多人非常喜爱他、尊敬他？因为他做的产品是让我们觉得生活能够更简单，能够更享受一样。有七情六欲，才有办法有一个动力来帮助我们。可惜我们已经受了污染了。当我们受到污染的时候呢，保罗就写了本性的欲望会有4大类，其实是真正讲解是3大类，身心灵的部分，然后四五项。这15项里面告诉我们，第一项是有关身体的部分，说有奸淫、污秽、邪荡，刮胡起来的地方是台语哈，奸淫、误会跟下边，这是什么呢？奸淫讲的就是不正当的性关系。正当的性关系是什么？只有透过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所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才是一个正当。除了这以外，统统是不正当的。不管它是同居、婚前性行为、一夜情等等，这些统统是神不喜欢的。因为你体贴的肉体，你放纵你的肉体，就有奸淫的事情。污秽乃是讲说道德上的不洁净。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合法，但不一定是合理。有些事情是讲合理和不合法，但是其实它是合理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法之外还有一个道德在规范着我们。我记得是在1-2年前吧，有一件事情提到一个女大学生，她捡到一笔钱，然后她向这个钱丢掉的人向她要有奖赏。因为这是我们法上规定的，他可以他记得是讲1成还是多少？但是对方是一个贫穷的人，他那个钱是为了要注册的钱，在法上他站得住脚，但是当时候的舆论没有一个人偏向他，所有人都给予谴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就是道德的规范在告诉我们，你不一定是合法就是合理。我们有道德也在规范着我们，道德上的不洁净呢，我们就称它是污秽。这是你身体会做出来的。邪荡呢，乃是一个放纵、没有纪律的行为，你不受管制，这是一种假性的自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典型的，我们就看到那些飙车主人，飙车不管别人的自由，看到不喜欢的人过去，顺便打他一下。学校中间的霸凌的人，他有得到什么好处吗？没有，我喜欢啊。这些通通是有些人利用他的职位在欺负的，职位比他低的也是一样，没有受到纪律，没有他放纵自己的行为，这就是这边讲的邪荡的意思。这是我们身体所看到一个本性的欲望，都想要这么做。我们太体贴自己的肉体了，它是跟圣灵相争的。第二个类呢是有2个，讲到说信仰，也就是有关灵的部分。因为我们拜偶像跟邪术，拜偶像就是拜不是真的神，不知道要敬拜真的神。邪术呢，乃是出卖自己的灵魂给黑暗的势力。我们知道黑暗的势力常常会给追求他的人有一点点的甜头，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尝到他的一些苦了。有人去学习打坐，去运气功，很多人都觉得他一开始都觉得很好，因为你可以有一个气，你还甚至到最后可以控制这个气到你的内部的器官哪个地方去按摩它，身体得到健康了，他觉得这很好。但是很多人也做了见证，当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有一段时间从有意识到无意识之间的时候，这应该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邪灵会亲近到里面去，那你就没有啊，没有什么不好啊。我看了一本讲，好像是有关气功，他已经段数很高的人，他不只是段数到说我自己医好自己，我还可以医好你，到我前面医好，根本算不得什么。电话我都可以医好你，不只是电话，几百公里之外，那是大陆人写的。
所以跨过省都还能够医治。他说有这么高的功力的人，后来他觉得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气了，开始烦躁，开始觉得没有办法控制，他整个人生都完全变掉了，不再是一个他希望的那个样子。后来他毅然而然断了这些东西，怎么断我不知道，但是他出了书，他奉告这些想要走这一条的人要小心。邪术就是你将勾结的黑暗的邪恶势力去行的法术，这是2项。接下来他讲到心的部分，也就是人际的关系，会影响到你的人际的关系。总共讲了8项。第一个是仇恨，就是结冤仇，你跟别人呢没有办法和睦，你跟别人有了敌意了。第二个呢，争竞呢，就是杀机，就是不和谐、不和平。你跟人家有竞争，但是一个不公平，不是一个很和平的竞争。还记恨呢，就是由嫉妒而产生的这些仇恨，因为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好。恼怒就是不讲理的动怒，结党呢是因为自私，有这个私利，有这个自私的野心而自己结一个党起来。纷争乃是讲分裂，异端呢是用欺骗来结党来结派，或嫉妒呢就是不能容忍别人，特别是异端用欺骗的手段，讲起来一般性就是这样讲，但是其实它不只是欺骗，是欺骗到你的灵的部分去。我们基督徒在整个世界的人口里面，有1/3是广义的基督徒，也就是他们同样相信一个神，而且相信耶稣，不管他是天主教，这些通通是算在内。也就是世界上有人口有22亿的人是基督徒，所以你要是能够跟这些基督徒要对话的话，很简单，你有22亿人，3个人中间就应该有，只是在台湾比较少而已。所以很多人会用圣经来讲，你相信圣经吗？哦，我也相信圣经呢。然后有一段时间就交通之后呢，就告诉你说，哦，我用的是这本圣经呢，你要不要看我们这一本呢？应该是守望台所出的圣经，耶和华见证人的。或是说，哦，我们的圣经我们发现到已经不适合了，我们再加上一本叫做摩门经等等之类呢，由这样子简单的就是异端就开始产生。这些都是影响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没有体贴圣灵，我们没有去追求圣经中间所告诉我们，然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就产生了在人际关系中间有这些问题。最后一个是有2项，就是讲到我们饮食的部分，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部分。我们会有醉酒，我们会有荒宴，我们没有办法节制自己，在吃的地方，在喝的地方，我们常常放纵我们自己。这些都是很容易来患的。那患的这些，你觉得它严重吗？稀松平常啊，常常都是会有这样子吗？但是它很严重啊！刚刚已经告诉我们，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而且不止这样，保罗继续讲，你做这个，你想去数有这些事情的话呢，你有什么结果？在第5章第17节说，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只能叹息。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也常常能够这样子的体会到。我们每次年底已经快到了，大家都会检讨过去，然后就开始立定志向，明年要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可以100%做到，至少牧师没有办法。我承认我的软弱，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会体贴我们的肉体，体贴我们的情欲，体贴我们的本性，我们远离了圣灵。我们的结果呢？你觉得是这样？是我毅力不够吗？是牧师的毅力不够吗？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一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太体贴我们肉体，而没有体贴圣灵而产生。所以我们要如何呢？告诉我们说，
假定是顺从、随从圣灵的力就不一样，体贴圣灵乃是生命跟平安。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过圣洁生活呢？就要被圣灵充满。保罗严严的劝诫我们说，不只是要远离恶行，还要靠圣灵才能够抵挡它。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离开恶是一件事情，亲近善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你不能说我只要离开恶，而不亲近那个你可以依靠的善，你就是要靠自己，你还是会失败的。两件事情合起来才有这个可能的。那么被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圣灵充满就是顺着圣灵而行，靠着圣灵来行事。这是刚才的经节里面都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更具体的来说呢，我们就是要让圣灵坐在生命的宝座中，在生活中每件事情都求问他，每件事情都顺从他。如这样的话呢，他就必住在我们的心灵中间，用微小的声音，用平安的恩膏，在凡事上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应该向左或向右。只要我们顺服圣灵呢，我们就可以行在他的光中。我想这是大家觉得非常困难的地方。我怎么没有办法感受到圣灵的引导？圣经中间常常告诉我们，他是用微小的声音，他是用很多你属灵的伙伴，他甚至用你看的书，属灵的书里，他甚至用你在礼拜中间在听到的时候听到的，你在看电视看到那个福音的节目的时候，都有一个声音会跑出来，会震动的你，那就是圣灵借着他们来帮助了你。这是一个操练，一方面你要远离恶，然后你要亲近善。你越远离恶，越亲近善，做这种操练中，神就看到你的渴慕了，神自然就借着很多的事情来帮助你，你自然就会去体会到它。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有体会到它呢？你看你有没有行出这些圣灵的果子，你就知道了。这边告诉我们，靠圣灵行事的，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呢，就会活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是圣灵的性情，也是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已经渐渐的比较良善了？你有渐渐的比较节制了？你有没有觉得你比较温柔了？你有没有渐渐越感受到神的爱？感觉到这个和平喜乐在你身上，你就是一步一步在往这边走。你不可能这9个通通是都是非常的已经完美了，没有办法的。但是当你来想到你跟你的过去相比，你就知道圣灵是不是在帮助了你，你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了？这是整个过程，不要灰心，这是一个过程，继续操练，你每一天就会过了得胜生活，因为圣灵在帮助了你。这9颗果子其实是告诉我们的一个美德，一个人应该有的一个善的美，这个德，这是属于3种态度，可以分成3个。第一个是基本的态度，是从对神的态度，你对神应该要爱神，然后你要以神为乐，而且要与神和好。或是另外一角度来讲，这3样东西只有神可以赏识而已。你领受了多少呢？爱不是自己能够产生的，喜乐也不是自己能产生的，和平也不是自己能产生，只有神可以赏赐给你。那你领受了多少，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有多好，你的基本态度是什么？第2类呢是跟人的态度，乃是忍耐、恩慈、良善。忍耐是讲面对激怒跟逼迫的时候的态度，恩慈乃是有慈悲恻隐的心，良善呢是在行为上的表现。所以在这方面呢，你可以看到我面对别人的刺激时，我的态度怎么样改变了没有？我对别人有没有这样子比较仁慈、比较慈悲、比较恻隐之心，还是他根本跟我没有关系呢？我只要顾好自己就好了。我在言行上的表现是怎样？我有比较良善吗？这些都是可以来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圣灵在帮助了我们，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不是已经在改变了？第3组呢是讲到你要律己，你对自己呢，你能够做到怎样？你能不能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你很温柔谦卑，然后你很自律跟自制，你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逮故公尊长。你能不能节制自己呢？
这是一个律己的事情，你能让人家感受到吗？这是对自己的态度。在生活中间，我们要是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不落在放纵本性的欲望情欲中，这就是圣洁的生活。不是没有办法一触即成就到达了，这是不断的过程，操练的过程。就让我们，所以上面所讲的，保罗告诉我们，你要是体贴肉体，不靠圣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要是顺从圣灵的时候呢，你就有怎样子的果子会出来。圣灵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我们有本性的情欲在，而这个情欲常常引领我们走向错的地方。我们只有这样，圣灵它可以克制我们的肉体，不止克制，还给我们力量，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办法，使让我们得到释放，不在律法之下，不受到辖制，并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这在刚才读的圣经节里面都已经有了。所以我们结论来看呢，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的，他的灵当然就是圣洁的，所以才称为圣灵。英文是叫 Holy Spirit。其实把 Holy 拿掉，只有 Spirit 的话，每个人都有身心灵的灵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但是我们没有人有圣灵在，因为我们的灵都不是 Holy。只有圣灵呢，它是一个神圣的，它是一个圣洁的。所以当你靠近一个圣洁的时候，你自然就有办法它能够帮助你成为圣洁的。当我们被圣洁的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活出圣洁。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过圣洁的生活。理论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4个字而已，圣灵充满就可以了。理论，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实际呢，我相信是你需要有很多的努力。我们可以常常去检视那15项，你有没有这15项？我相信一定都有的。身心灵里面告诉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在表示说，我们太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离圣灵有点远了。我们再来检视一下圣灵的果子里面，我们有这个果子在吗？也发现到差很多，就代表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的操练必须要做，我们有很多的努力要去付出出来。我要怎么做呢？我要远离这15项，然后让祈求圣灵来帮助我。这2件事情要合并起来，一方面远离恶，然后亲近善。这个善不是你的善，乃是圣灵的善。祈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这圣灵讲到9个，是圣灵的9个果子，还是一个果子有9个呈现呢？个人比较认为是一个果子有9样的呈现，你才不会去刻意去说，我只要选这个果子就好了。9个里面有这个比较容易，我就选这个好了。No， 圣灵要你呈现是9样的象限出来。举个简单例子，你可以曾经吃到一个水果里面有点甜，但是又有一点酸，有没有这样的水果？有啊。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水果是甜的又是苦的？没有，因为它们2个是相敌对的。圣灵的果子就像这个样子，它应该是这样，要和平喜乐、忍耐、喜乐、和平，这些通通在里面再呈现出来。但我们都发现到，我们呈现的不够多，我们的恶呢也离得不够多，一直在操练中间，盼望这些都能够蒙神的喜悦。我们在每次我们听完圣经里面的教导之后，我们都要想这几件事情，一定有提醒了我们应该要如何去操练，如何去改善的部分。所以我应该要有一个行动出来。而这行动到底从哪时候开始呢？那我要行动的时候，我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什么呢？我们盼望每次在灵修看圣经，就是常常想这些事情。今天上帝从这圣经上面告诉我什么？所以我应该有所行动。从哪时候开始呢？神啊，你帮助我，
我们这4个礼拜中间呢，都有小组，在小组中间，我们盼望能够分享，觉得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最感动是什么？你曾经经历过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回应遵行这个主信息里面要讲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在你小组举行的时候，你要是已经完成，你也可以分享，或者分享说，在圣灵跟情义的这种相争的经验到底是什么？结果是如何呢？你要如何才能够不放纵肉体的情义？如何才能够顺着圣灵而行呢？将你的经历、将你的经验能够跟别人分享，你对结出圣灵果子的生活跟体验到底是如何呢？盼望我们在圣洁的生活中间的灵命操练都能够战胜，不是靠你自己，而是靠圣灵。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你就差遣圣灵要来帮助我们，也应许我们，我们若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还赏赐了圣灵，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圣洁生活里面的操练中间，我们盼望能够亲近你，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看见每个人的心意，他愿意远离那些恶，要亲近上帝的时候，主你就将你的圣灵赏赐给他，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我们要同心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